像囡仔做到讲，即个我个音若无出来，就变做哇。哇，啊，搁有但是即个迄个长音的时阵，若长无好变调变唔对，哇，就像香婷吼，拄咧开始咧学的时阵，我咧甲讲吼，新台湾接旧台湾，哇，伊甲我讲新台湾接旧台湾，我讲台湾用旧的哦，啊，而且咱台语吼，有当时你若听到迄个调，吼，听到迄个声调，声调吼，伊若听的时阵吼。讲唔对，意思就完全唔对。哦，就亲像讲，我咧甲囡仔讲《西游记》的故事内底有讲到孙悟空，对唔对？吼，伊这片空音对唔对？孙悟空，哇，啊有个囡仔天才呢，甲我讲孙悟空、孙悟空，安尼意思敢有差足济？差就济。对啊，所以台语敢卖学。一定要学。学生哦，刚开始存这个相题，伊讲拄开始嘛，无要甲阿嬷讲台语哦。对啊，拄开始要叫伊来学的时阵，伊嘛无爱。伊讲老师，我讲台语种烂会足肉骹呢，我讲袂要紧。你肉骹吼，老师甲你教变落地骹。因为我就用我的例子给他听。我讲老师，其实我小时候是在眷村长大的。老师，你原本不会讲台语哦？我会晓听，袂晓讲。啊，我若讲台语会切破人的嘴。啊，是到有一天吼，算讲我结婚了后，啊，伫有一天的时阵，我较发现讲我红叫即个嘎嘎嘛叫足久啊。到底什么意思啊？你唔知吼？我甲你讲，到阮这节咧带某咧拜天公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只猪，咬着橘子，迄叫做嘎嘎嘛。啊，那不就是骂人的？对，就是骂人家猪的意思。从那天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我就讲好，我台语要学这个得的。透过鼓励啦，所以其实学校也是因为有让学生透过这个参与比赛过程哦，提供给学生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对，一定要有囡仔有舞台，表演的舞台。对。然后透过表演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学生呢就不断的在练习台语，台语就越讲越好哦。就这个的赞。英语读剧、大吹狗、单口相声，安庆国小的学生负责出一张嘴巴，而老师可没闲着看到大家这么认真。该校的郑继明老师也忍不住出手，在他的用心彩绘之下，飞虎将军的故事成了一本漫画书出版。故事就从兄妹一起上学途中发现飞虎将军庙开始说起。手工绘图的过程中，同学目睹郑老师的画作，从铅笔稿到彩色稿，直呼真是不可思议。有些低年级的小朋友甚至好奇地跑过来问老师：“这个故事是真的吗？”甚至要郑老师来签名哦。这本漫画现在在安庆国小1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人手一册，飞虎将军的故事没有人不知道。大约2年多前，我们学校开始编写这个本土乡土教材的那个教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编辑小组，原本是希望我针对这个教材来画一些插画或者是美编的部分，后来有老师提说，那何不把它编成那个漫画的形式来呈现，这样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容易吸收了解。刚好我有这方面的专才，然后就开始着手来画这个漫画。大约花了1年多的时间，利用课余的时间，然后就是去飞虎将军庙，去实地的参访，然后了解他们整个故事的背景，然后再把它编成这样的一套漫画。虽然页数不多，但是可以很完整的呈现这整个故事的那个发生的经过情形，让小朋友看了之后可以了解这个故事的背景。而不只是学校师生用心的传承在地文化，还有许多热心单位及个人也投入这项领域哦。接下来就继续带你来一探究竟。校园广角镜。飞行唱跳往西东，好摇凉亭立大江。我是施求了10几年，欢迎大家会当到安平游戏馆来看飞虎将军布袋戏典。阿里阿多，ございます。飞虎将军的故事那么精彩，如果能够演成布袋戏，那一定非常好看。就是因为这样的想法，虎都木偶剧团便跟海尾朝皇宫合作，将飞虎将军传奇故事改编成金光布袋戏，还特别雕制戏偶，其中更将飞虎将军大道宫戏偶刻画的惟妙惟肖。半人高的飞虎将军戏偶更是独一无二，加上布袋戏的声光效果十足，让整出布袋戏更加精彩。其实我们跟朝皇宫还有安庆国小这边合作，就是有
由曹皇宫来推动，然后提供相关的文献，然后还有安庆国小的一些校本课程，让我们成为编剧的一些素材，让我们再借由一些地方的访谈啊，与一些长辈做沟通，了解当时的一些背景，那稍微做改编以后，再把它编成戏剧。而眼尖的观众朋友一定会发现，飞虎将军为什么会有2个呢？一个木偶脸白白的，另外一个却是黄黄的。原来这是为了区分飞虎将军生前和死后不同的模样。脸白白的又没有穿鞋子的木偶，代表飞虎将军死后的样子。而跟我们一样有黄色皮肤、雄赳赳、气昂昂、穿着一身军服的木偶，当然就是他的生前样貌。当初在设计戏偶的时候，也是参考我们药方所提供的一个当初三浦茂丰的相片来考量到，当时他们所穿的军服就是这个造型。那所以呢，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也找了皮鞋，好像我们现在所穿的这个皮鞋，这个就是考量到当时军人要穿军靴，那所以我们就找很久才找到这一双所以我们在参考各个角色的时候，像村民啊，还是像这个角色，他就是一般的军服，跟飞行装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有两个造型去做区别。那这个角色就是三浦茂丰在戏剧里面他往生之后，在海尾寮地区有一些灵异事件在保卫村庄。那我们为了让观众看得更明显，所以一个用白色的脸，然后穿的是飞行服，那这个是空军的军服，2套造型，然后在戏剧里面轮流的做展现。现在飞虎将军的故事在团长极力的推广下，广受各界好评，受邀到全台各地演出。今年古都木偶戏剧团更遴选上台南市政府传统民居艺术家进驻计划之一，将艺术跟当地的历史文化做结合，以布袋戏偶展出的方式，让飞虎将军的故事在安平呈现。期望透过飞虎将军的故事，将台南在地文化推广出去，同时也让这样的文化能在当地向下扎根。教育融入文化，才能够让文化得以保存。而飞虎将军庙的故事，也在许多人用心的保存之下，才能够让这么精彩的故事以及文化传承下来。而今天一起干文化的节目，带大家看了这么精彩的表演，不晓得观众朋友对于飞虎将军的故事是不是有更深入的了解呢？今天一起干文化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我们下回再见。